泰國的考古學家證實講，佇咧因東北部發現講大型恐龍這個生物種，也這種食草的恐龍，大約生活佇咧1億1300萬年前，有27公尺長、27棟，差不多是到這亞洲象遐重哦，也這是創下東南亞恐龍的體型紀錄。萬國恐龍博物館咧展出這隻大型恐龍模型，就是最近佇科學報告期刊發表的新恐龍物種。研究團隊根據佇泰國東北部產業豐富發現的恐龍屍肌、噴殼骨等關鍵化石，推估約身長17公尺，體重17噸，屬於是下類食草型恐龍，生存在1.13億年前的白堊紀時期，學名叫做產業蓬納加棘龍。ก็เรื่องขนาดก็จะ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น่าตื่นเต้นสำหรับตัวนี้ครับ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กระดูกที่เราเจอเนี่ยถึงจะไม่เยอะ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มีส่วนสำคัญ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ระดูกแขนแล้วก็ขาครับผมซึ่งเราไปคำนวณขนาดของ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์ตัวนี้ได้ครับก็這種恐龍到底有偌大？徛佇邊比看賣，伊一支前腿骨有178公分，就比真濟成年男性較懸。也是東南亞目前所發現體型上大的恐龍。研究人員推測，因可能生存佇半腐化環境，大部分時間攏存長頷頸佇樹尾食物件，而且無天敵。It would have had very little to worry about in terms of predation. We do know of a relatively large carnivore that lived alongside it, but it only was about 3 to 4 tons, so it was dwarfed by this giant. 不過，佇白堊紀後期，因生存的所在豆豆互淺海砍掉了驚響袂絕，也被叫做泰國最後巨龍。泰國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超過25種恐龍化石。研究團隊表示，即馬還有大量化石標本等待研究，未來可能找到更較濟新物種，進一步提高泰國甲東南亞佇全球古生物研究的重要性。公視新聞張惠敏報道。